弟兄姊妹，感謝主，今晚我哋嚟到利未記嘅22章，從呢章經文要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祭司對待祭物的守則。我哋先從第1至第3節要嚟睇，凡身上有污穢的，要遠離聖物。我哋一同開聲讀1至3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吩咐亞倫和他子孫說，要遠離以色列人所分別為聖歸給我的聖物，免得褻瀆我的聖名。我是耶和華。你要對他們說：你們世世代代的後裔，凡身上有污穢、親近以色列人所分別為聖歸耶和華聖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華。喺呢段經文裏面，就係講出神吩咐摩西要特別去囑咐亞倫和佢嘅子孫，因為亞倫係大祭司，亞倫嘅子孫中大仔嘅就承繼作大祭司，其他嘅兒子就可以作一般嘅祭司。所以呢度囑咐亞倫，也囑咐亞倫嘅子孫，關乎到以色列人舊約時代歷世歷代作盡職嘅祭司侍奉神嘅守則。神喺呢度吩咐佢哋要遠離以色列人所分別為聖歸神嘅聖物，就係指已經分別出嚟要獻俾神嘅祭物。點解要遠離呢？第3節就提得好清楚啦。你要對他們說：你們世世代代啲後裔，凡身上有污穢，從呢度就講出，無論亞倫作大祭司，或是亞倫其他2個兒子作祭司，或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作大祭司和眾祭司嘅，當佢哋身上有污穢嘅時候，佢哋就需要遠離所有百姓分別為聖要獻俾神嘅祭物。呢個遠離嘅意思就包括佢哋唔可以去接觸呢啲聖物，就係祭物。佢哋唔可以去盡職獻祭。當佢哋身上有污穢嘅時候，如果佢哋身上有污穢嘅時候，繼續去替百姓去獻祭，去接觸呢啲祭物，就等於褻瀆神嘅聖名，神就必將佢哋從民中剪除。然後神特別喺呢度2次提到我是耶和華，即係神係好鄭重嚴肅地講呢件事。而身上有污穢嘅，我哋舉例子嚟講，就好似下邊第4節提到嘅，譬如長大麻風啊，有漏症啊，摸了死屍而令到身體不潔淨啊，你都唔可以去作盡職嘅祭司去獻祭嘅。長大麻風要等麻風病潔淨了好返啦，才能去盡職。摸了死屍不潔淨，要用水洗身，然後要等到晚上就潔淨了，係可以盡職。點解嘛？如果佢身體長大麻風，運手去摸聖物祭物去獻祭俾神，呢個就等於褻瀆了神嘅名，連魔鬼都要控告，都要嘲笑。所以尊神嘅名為聖，乃是顯在侍奉嘅上邊，要按照神所吩咐嘅。我哋今天嘅侍奉係要叫神嘅名得榮耀，唔可以因我哋違背聖經嘅教訓去侍奉神，按照世界樣式去侍奉神，按照自己意思去侍奉神，這樣拜神也是枉然嘅，而且係虧缺了神嘅榮耀，咁樣就必惹嚟神嘅管教。呢段經文應用喺今天，我哋多次提到，因着基督嘅救贖，我哋係蒙揀選嘅族類，係君尊嘅祭司，我哋人人都要嚟侍奉神。但係我哋侍奉神，當嚟到教會當中有團體敬拜，我哋服侍弟兄姊妹，我哋關心別人，我哋有某一分項嘅服侍，或是我哋傳揚福音，無論我哋邊一方面嘅服侍，我哋首先
都要先靠主嘅寶血嚟潔淨我哋。如果你唔靠主嘅寶血認罪，靠主嚟潔淨你就嚟服侍，就不蒙神悅納啦。例如當我哋喺馬餅罪裏面要領受主嘅餅、主嘅杯嘅時候，我哋需省察自己有咩得罪主，求主赦免，然後我哋先至嚟領呢一個聖物，就係主嘅身、主嘅血，免得我哋等你吃喝自己嘅罪，特別惹嚟主嘅懲治。好似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1章所提到。又例如，如果你喺屋企啱啱同家人嘈交，發咗一場脾氣，然後你冇向主認罪，冇求主寶血嚟潔淨，你就嚟到聚會當中就即刻要去服侍別人，你咁樣嘅服侍，魔鬼撒旦都要控告，神不能得着榮耀，甚至神嘅名就會因我哋而受撒旦嘅褻瀆。如果今天我哋本身落喺罪中嘅，我哋行為會絆倒人嘅，我哋就唔可以唔認罪唔悔改，就嚟到神嘅家中就即刻去服侍，咁樣會羞辱神嘅名，必惹嚟神嘅管教，就會碰見屬靈嘅死亡，就碰唔見主。我記得我冇幾耐前曾經向一個的士司機傳福音，咁呢個司機就話俾我知佢點解唔信耶穌，就係因為佢曾經喺公務員裏面做嘢嘅時候，當時佢有一個上司，而嗰個上司呢係熱心嘅基督徒，佢曾經跟個上司去到佢嗰間教會，見到個上司喺教會裏面甚至係一個領袖嚟嘅，喺嗰度帶領住聚會，講得好多好聽嘅聖經道理，但係喺同事當中嗰啲詭詐損人利己嘅手段係比不信嘅人仲不如。當然我聽到呢樣嘅時候，我就話俾佢知，我話為我哋釘十架救贖我哋嘅係耶穌，唔係任何嘅基督徒。我哋唔會因人嚟跌倒，而且喺信耶穌嘅當中有千千萬萬因着耶穌活出美好見證嘅，唔好因為個別行為敗壞而因此唔信耶穌。咁最後佢都明，雖然佢都係冇跟我祈禱接受耶穌，但我為佢禱告。所以喺呢度就提醒我哋，作為盡職嘅祭司喺神家中嘅服侍，我哋都要留意自己和自己嘅行為。當然我哋不能靠自己得勝，如果當你面對罪惡引誘試探嘅時候，我哋都有求告主，連於主嚟靠主得勝。但唔好因為我嘅軟弱，我就可以隨隨便便隨時犯罪就唔認罪，隨時犯罪就不悔改，然後嚟神家中繼續嚟服侍，咁就會絆倒人，而且都會惹嚟神嘅管教。如果我哋信主咁耐，我哋嘅行為係絆倒人嘅，自己係落喺污穢裏面嘅，我哋就需要悔改，向主認罪，求主寶血嚟遮蓋我哋，求主俾我恩典力量嚟歸向佢，有一個新嘅開始。咁我哋先嚟服侍主，免得主嘅名因我哋受虧損，甚至被未信嘅人嚟褻瀆。跟住我哋睇4至9節，主要講凡人在不潔淨的情況下，不可吃聖物。聖物就係指獻祭嘅祭物。喺呢段經文裏面，佢仲在講亞倫嘅後裔，又係祭司家中嘅兒女，凡係有長大麻風嘅，就唔可以吃聖物。凡係有瘤症嘅，喺男人身上就係指遺精嘅、夢遺嘅。而家係女嘅，無論喺經期期間有血瘤症嘅都不可。然後摸死屍嘅、摸不潔淨嘅爬物嘅、摸不潔淨嘅人，包括上述所講嘅，如果佢長大麻風，你摸佢；如果佢有遺精，你摸佢，都不潔淨到晚上。所以摸了呢啲不潔淨嘅人，佢就需要沖涼洗身，然後到晚上就潔淨了。因為猶太人計算日子呢，係黃昏嘅6點鐘就已經開始，第二日開始計起啦，所以就係一個新嘅開始。就好似第7節提到，日落嘅時候，他就潔淨了，然後可以吃聖物，因為這是他的食物。跟住第8節提到，治死的或是被野獸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
污穢自己。治死嘅，被野獸撕裂嘅，第一樣嘢就係因為沒有流出血啦。神係禁止人食活物嘅血，因為活物嘅生命在血中。喺新約時代，我哋同樣唔可以食勒死嘅牲畜，好似《使徒行傳》15章28至29節，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嘅重擔放在你們身上，唯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嘅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奸淫。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使徒行傳》15章29節就特別提到勒死嘅牲畜，正如呢度經文所提到嘅，治死嘅、被野獸撕裂嘅，呢啲都唔可以食。同時治死嘅和野獸撕裂嘅，還包括一樣嘢，就係佢嗰啲肉已經係死屍嚟嘅，係不潔淨嚟，所以都不可吃。以色列人要接受潔淨嘅食物。從4至7節，今天喺靈意上嘅應用，我哋知道我哋因信耶穌基督蒙救贖，都係君尊嘅祭司，我哋係祭司嘅體系，人人都係作祭司嚟侍奉神。長大麻風，我哋之前都講過，嗰啲病係發晒出嚟，係全身發白，係傳染性好高嘅，就好似聖經話一點麵酵會使全團都發起啦。咁如果一個神嘅兒女，佢落喺罪中，而且嗰啲罪從佢身上係發出嚟，係同佢言語行為各方面都表現出好多敗壞嘅行為出嚟，咁呢種情形，佢就不可以吃祭物。祭物就係預表耶穌基督，意思就係話佢落喺罪中唔肯悔改，不靠主寶血嘅潔淨，佢就不能享受基督。所以一個唔肯認罪嘅人，一個一直落喺罪中嘅人，佢就唔想去親近神，唔想去禱告讀經去教會聚會。即係話佢禱告佢讀經，佢都碰唔見主，因為佢唔肯認罪。神係聖潔嘅，罪就係一個阻隔，所以佢需要認罪。當人落喺不潔淨裏面，或者係啲沾染好多不潔嘅同犯罪有關係嘅、同世俗有關係嘅嘢，我哋都需要靠主寶血嚟潔淨我哋。同時，我哋需要用水洗身，呢個就表徵住主話中嘅水嚟洗淨我哋，除去我哋一切斑點、皺紋等類嘅病。呢個就係以弗所書第5章嗰度所提到嘅。所以每逢我哋要喺教會裏面服侍，我哋需要靠主寶血潔淨我哋。我哋需要聖靈藉着神嘅話，常常嚟提醒我哋，叫我哋帶咗鄭重嘅態度嚟到神喺家中嚟侍奉神，而不是隨隨便便自己落喺罪中，也唔肯去悔改認罪。如果咁樣嚟服侍，我哋就碰唔見主，我哋就享受唔到主。弟兄姊妹，你有冇留意？每逢當你自己讀經，或是你聽查經聚會，或是你聽主日信息，或是參加某一個課程，當你喺嗰度追求得着主話中嘅亮光所帶來嘅生命靈嘅供應，你會覺得聖靈藉着神嘅話，將活水喺你裏面湧流，洗滌一下，然後就叫你嘅靈魂甦醒，叫你嘅心思被更新，叫裏面一啲屬世界嘅成分、世俗嘅成分就被洗走，然後對主認識加多，主嘅恩典喺身上加多，對主嘅信心加多。當你咁樣嘅時候，呢個服侍係好唔同嘅。你會覺得一面好似付出精力、時間、力氣去關心別人，但係裏面卻是被主充滿，裏面卻是享受基督，裏面好飽足，享受基督。服侍身體雖然有疲憊，心靈好滿足，好喜樂，因為你享受到主嘛。但係如果呢個服侍完全冇新鮮嘅嗎哪，冇主話中嘅水嘅洗滌，而充滿嘅係內心係世界觀念、世界樣式，呢個服侍你就會覺得，哎呀，我今日好勞氣啊，遇到服侍中一件唔順嘅事啊，配搭中一啲唔協調嘅事啊，你就會覺得唔開心啊。服侍享受唔到主，進落喺肉體裏面，
成為消耗，甚至碰見屬靈嘅死亡。所以能夠有啲人服侍下就退落嚟，因為佢碰見唔到主啊。弟兄姊妹，省察我哋自己屬靈光景。如果我哋每次服侍都冇享受主嘅，我哋就真係要省察自己。我是否有啲污穢落喺罪中嘅，有啲絆倒人嘅行為，我要求主寶血遮蓋我，我要悔改，我要結出果子，以悔改嘅心相稱，我要依靠主嚟改變我，一面支取主嘅寶血嚟潔淨我哋，然後需要主話中嘅水洗滌我哋，多多追求，多認識主，用主嘅話成為靈和生命嚟供應我哋，叫我哋被更新，叫我哋喺服侍中能夠真正嚟享受到主。基督就係我哋生命嘅糧，叫我哋能夠得飽足。呢個係我咁多年服侍所經所歷。跟住我嚟睇第10至16節，主要講凡愛人不可吃聖物。第10節就提到凡愛人不可吃聖物。咩係愛人呢？就係指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僱嘅工人，都不可吃聖物。聖物就係指獻祭給神嘅祭物。有啲我哋之前都講到，燔祭係全燒嘅，歸給神。但係例如平安祭或者某啲祭係祭司可以得到嗰啲祭物嘅，例如會祭啦、搖祭啦，即係牛羊嘅腿啊、胸啊，最上嗰部分咧，神就賞賜俾祭司和祭司嘅家人就可以食嘅。但係如果寄居喺祭司家中嘅唔係屬於祭司嘅家人，或是僱工嘅都唔係祭司嘅家人，就唔可以食嘅。但如果係祭司所買嚟嘅人，有啲係用錢買嚟嘅，就可以吃嗰啲祭物，因為佢已經屬於祭司嘅家人了。咁呢個係古時嗰個時代有呢種情形。而之後喺祭司家中嗰啲奴僕所生落嚟嘅兒女，就都可以吃呢啲祭肉。如果祭司嘅女兒出嫁啦，就看為係外人，就不可以吃祭物。但如果佢嘅女兒變成寡婦或是被休嘅，沒有孩子，翻到父家嘅，同佢青年時候一樣，佢就仍然可以吃祭物。所以從10至13節，主要就話俾我哋知，只有祭司和祭司算為合法嘅家人，才可以吃聖物，而外人就不可以吃。呢個就好像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9章嗰度提到，佢話舊約記載嘅服侍祭壇嘅就可以食祭壇上嘅肉。雖然佢嗰度指嘅係指工人得當價係應當嘅，但係我哋知道祭物係預表耶穌基督。喺舊約時代能夠食聖物獻祭嘅祭物，呢個係非常之蒙福嘅。呢個係祭司和祭司合法嘅家人嘅一個特權，係上好嘅一個福分。佢哋侍奉神、服侍百姓，神就用獻祭嘅聖物嚟供應佢哋，成為佢哋嘅飽足。外人係不可食嘅。弟兄姊妹，應用喺今天，我哋係蒙揀選嘅族類，係君尊嘅祭司，祭物預表基督。今日誰能夠享受基督呢？就必須係我哋所有重生得救嘅人，有神生命嘅人，我哋先可以享受基督，作我哋嘅生命嘅糧，作我哋生命嘅供應。另一方面，我哋真正投身喺神嘅家中，作盡職祭司去服侍聖徒，我哋唔淨係自己享受主，甚至係家人都會受影響，一同嚟享受主。所以好多投入教會裏面過教會生活，一同服侍主嘅，佢哋都會把兒女一同帶到神嘅家中，然後大家一同嚟享受主。相反，愛人另一上也可以表徵住嗰啲唔投身喺神嘅家中服侍主嘅，佢遠離主嘅，完全冇服侍主嘅，佢就享受唔到主，佢嘅兒女更加享受唔到主。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
看重享受主是我哋嘅特權，是神俾我哋特特嘅恩典。所以原則上嚟講，喺正常嘅屬靈光景裏面，你越係服侍主，你越係享受主，主就成為你嘅供應。甚至你係要影響你嘅家人，一同嚟愛耶穌，全家都嚟享受主。所以我哋做一個名副其實、真正盡職嘅祭司嚟侍奉神。我哋每一項神家中嘅服侍係用心去服侍，用靈和真去敬拜，你就能夠享受主了。然後14節提到，若有人誤吃了聖物，即係有人係唔知道嘅情況底下，佢食咗祭物聖物，佢就要照着聖物嘅元素加上1/5交給祭司。意思即係，如果佢唔知道嗰條羊嘅腿或是牛嘅腿已經獻為平安祭啦，嗰個腿原本係要歸祭司嘅，佢就食咗啦，佢就需要賠翻嗰條羊嘅腿或是牛嘅腿，然後再按照嗰條腿嘅價值加上1/5嘅錢交俾祭司。呢個就對付了嗰誤犯嘅錯。可見神對於獻祭吃祭物嘅事情上邊係好嚴謹嘅。甚至祭司不可褻瀆以色列人所獻給神嘅聖物，免得他們在吃聖物上自取罪孽，因為我是叫他們成聖的耶和華。呢度嘅意思就包括祭司喺處理以色列人所獻給神嘅祭物上邊咧，要按照上述神所吩咐嘅守則要去遵行嘅。如果祭司唔遵行呢啲條例，就等於褻瀆神嘅祭物，而且會喺吃聖物嘅事上自己取罪。呢個就好似哥林多前書11章33節提到，所以我嘅弟兄們，你們聚會吃嘅時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裏先吃，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聚會都係自己取罪，聖徒分別時間係教會聚會，點解會自己取罪呢？當時哥林多教會情就係佢哋嚟到聚會當中，佢哋守主嘅晚餐，然後有人帶好多食物，好似外筵那樣大吃大喝，甚至酒醉。但有人貧窮嘅冇帶食物啦，就飢餓。然後完咗外筵之後，佢哋就擘餅紀念主啦。然後擘餅紀念主嘅時候，有人就唔分辨餅和杯係主嘅身體、主嘅血，也唔分辨自己有得罪主嘅就向主認罪，所以都冇去清理。難怪佢哋嘅聚會係惹嚟主嘅懲治，係佢當中病了嘅也不少，甚至有死了嘅。所以保羅喺呢度特別提醒佢哋，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惹嚟主嘅審判。所以弟兄姊妹，從呢度更是提醒我哋，今日我哋嚟到聚會當中，我哋有一對嘅態度，用心靈和誠實嚟敬拜主，唔可以第一個隨隨便便嘅態度，遲到早退，最終傾偈影響嘅聚會都冇所謂，甚至最終個手機一響都唔去熄佢，騷擾嘅聚會。我哋無論擘餅聚會、信息聚會，我哋嚟到聚會中，我哋需要有敬畏神嘅心，咁樣先至能夠享受主。我哋嚟到教會中嘅服侍嘅態度，都係要帶着敬畏主嘅心、愛主嘅心，靠着主嚟侍奉主，唔可以隨隨便便。有啲人平時就冇聚會嘅，一個月、個幾月，輪到佢服侍嗰次先嚟聚會，咁樣嘅服侍，神唔喜悅㗎，神不能得榮耀，因為我哋連親近神都冇，連學務聚會都冇，所以求主提醒我哋。跟住我嚟到第4方面，17至25節，不可獻上凡有殘疾的祭物。咁呢個係提醒祭司，凡有殘疾嘅祭物都不可以獻上嘅。呢次神淨係吩咐亞倫和佢嘅子孫作祭司嘅，同時也吩咐以色列百姓。
因為祭物係以色列百姓帶嚟嘅，祭司一面要把關，所有以色列人帶嚟有殘疾嘅唔可以當祭物獻俾神嘅。第二，同時又吩咐以色列人唔可以獻上有殘疾嘅當係祭物嚟獻俾神嘅。而呢啲殘疾就包括22節所提到嘅瞎眼嘅、折傷嘅、殘廢嘅、有瘤嘅、長癬嘅、長疥嘅，都不可以獻給神。然後24節包括腎子損傷嘅，即係睾丸損傷嘅，或是被壓碎嘅、破裂嘅、顫了的，就係指被閹割嘅，不可獻給耶和華。然後25節提到你們從外人的手一樣也不可接受作你們神的食物獻上，因為這些有損壞、有殘疾，不蒙悅納。呢個係指佢哋從外邦人嗰度所買嚟嘅，或者所得到嘅呢啲有殘疾嘅牛羊，就唔可以獻俾神嘅，因為呢種獻上係不蒙神悅納嘅。我哋想一想，神咁愛佢嘅子民，把佢子民從埃及裏面救贖出嚟，用佢哋享受神賜俾佢哋各樣嘅祝福、各樣嘅福分和恩典，但係佢哋獻祭回報俾神嘅，就是上好嘅健全嘅牛羊留低自己享用，然後有殘疾嘅差嘅先作為祭物嚟獻俾神。如果咁樣做，就代表神喺佢哋心中不是被尊為聖，代表佢哋一啲都唔尊重神、唔愛神，而且係羞辱神嘅名，令到神嘅名被魔鬼嚟嘲笑。所以神喺呢度要求祭司和以色列眾百姓不可獻上有殘疾嘅，但會有23節提到，無論是公牛是綿羊羔，若肢體有餘的，或是缺少的，只可作甘心祭獻上。隻肢體有餘，好似6隻腳啦，或是少咗嘅，好似3隻腳啦，只可作甘心祭獻上。甘心祭就係平安祭中其中一種。咁神就呢度容許以色列人對呢一種肢體多出或者少啲嘅，就可以獻為甘心祭，因為佢都係帶出一個感恩嘅心獻上。而且呢啲係算好嚴重嘅殘疾，係少少唔夠健全嘅，所以神就容許佢咁樣甘心獻上嘅。但係如果用呢啲肢體有加多或者缺少嘅，用嚟以還願嘅獻上嘅，就不蒙悅納啦。例如拿細耳人有個願，到佢還願嘅時候，佢就唔可以獻肢體多嘅、肢體少嘅，要獻一個健全嘅，先至能夠蒙悅納嘅。咁呢大段裏面，我哋嚟講講屬靈嘅應用。首先第一方面，我哋知道祭物係預表基督，基督係聖潔沒有瑕疵嘅，無斑點無皺紋神嘅羔羊，所以舊約獻嘅祭物係必須係一個健康嘅牛羊，完全冇有殘疾嘅，咁樣先至能夠預表基督。而今天我哋對耶穌基督嘅認識必須係正確嘅，唔可以有偏差嘅。例如我哋深信我哋奉主嘅名禱告，聖經原文係在主嘅名裏禱告，父神就必聽。神聽我哋嘅禱告，唔係因我有什麼功勞，我有乜嘢好嘅行為，神就聽我禱告。神聽我禱告係因為耶穌基督嘅名，所以主話我哋奉佢嘅名，無論向父求什麼，父就必成全。呢個就係我哋對神必須有認識。我哋所有事奉都係靠到耶穌，所以我哋住喺主嘅裏面，我哋高舉主名，傳揚主名，靠着主，咁樣嚟侍奉，我哋嘅侍奉就蒙悅納。離了主，我哋就不能作什麼。呢個就係我哋對主嘅名該有嘅認識。然後呢段經文第二方面靈意嘅應用，當我哋因基督嘅愛，把自己身體當活祭獻俾神，我哋必須獻上好嘅，唔係把最差嘅、最多殘缺嘅先係獻俾神，
例如每一天新嘅開始，我喺朝頭早起身，應該把最上好嘅時間禱告讀經都用喺早上晨早嚟獻俾神嘅，而唔係等到去到夜晚就瞓覺啦，嗰下就匆匆禱告兩句，或是打開聖經係咁意讀一讀，好似我完成今日嘅讀經進度，自己都冇足夠嘅精神去專心親近神，去領受神嘅話，咁樣獻上嘅就好似用不望園林一樣，碰唔見主，享受唔到主。當然有禱告有讀經仲好過冇啊，但係我鼓勵弟兄姊妹將上好嘅時間獻俾主。還有一啲弟兄姊妹，佢好多嘅精力時間都擺喺世界上，但係就分別唔出時間出嚟擺喺神嘅家中嚟服侍。即係話分別時間出嚟服侍嘅時候，唔係全心嘅，唔係把精力時間上好嘅嚟擺上，而係隨隨便便唔花力唔盡心嘅去服侍。咁呢個獻上嘅祭物就係殘缺嘅。弟兄姊妹，今日如何呢？我哋睇馬拉基書1章嘅7至8節，你們將污穢嘅食物獻在我嘅壇上，且說我們在何事上污穢你呢？因你們說耶和華嘅桌子是可藐視的。你們將瞎眼嘅獻為祭物，這不為惡嗎？將瘸腿嘅有病嘅獻上，這不為惡嗎？你獻給你嘅省長，他豈喜悅你？豈能看你的情面嗎？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當時從巴比倫回歸嘅百姓，聖殿起好之後，佢哋起初敬畏神服侍神，但係慢慢時間一耐啦，就落喺馬拉基時代嗰種嘅情形。佢哋冇按照律法書上嘅規定，把有殘疾嘅牛羊獻為祭物獻俾神。神就舉例子嚟講，你把有殘疾嘅祭物獻俾呢個省長，佢都不喜悅你，等於你係唔尊重佢，藐視佢，何況全能嘅神呢？所以神喺第10節講出佢嘅心意：甚願你們中間有一人關上殿門，免得你們徒然在我壇上燒火。萬軍之耶和華說：我不喜悅你們，也不從你們手中收納供物。所以從呢度你會睇到，神不喜悅佢哋呢種行為，也不收納佢哋所獻嘅祭物。神巴不得有人把呢個殿門關起，讓百姓和祭司都不再獻祭。所以弟兄姊妹，呢個幾提醒我哋，今日我哋喺神家中侍奉嘅態度係如何呢？我哋是否把上好嘅獻給主呢？我哋是否按照聖經嘅真理嚟服侍主呢？我哋是否尊神嘅名為聖呢？我哋思想第5方面26至33節所獻啲祭物要獻得可望悅納。神吩咐做祭司嘅和以色列人，才生嘅公牛，或是綿羊，或是山羊，7天當間就冇，從第8天以後就可以當供物，當火祭獻上，就蒙神悅納。呢度所指嘅係牛羊中頭生嘅，就好似出埃及記22章29至30節提到，你要將頭生嘅兒子歸給我，你牛羊頭生的也要這樣，7天當間就冇，第8天要歸給我。喺逾節嘅時候，神藉逾節嘅羊羔嘅被殺救贖以色列人。從此神要求以色列人要把長子同埋牛羊中頭生嘅獻俾神。長子就用銀子嘅贖價嚟獻上嘅，所以牛羊中頭生嘅就當為燔祭獻俾神，就代表住神嘅子民奉獻給神嘅心同生活。認為頭生嘅牛羊係最好嘅，要獻俾神。今日我哋也要把我哋最好嘅獻俾神，把我哋嘅青春，把我哋嘅精力，我哋嘅上好獻給俾神。進一步靈異嘅應用，第8天係基督從死裏復活嘅日子，7日嘅頭1天就係第8天，基督從死裏復活。所以今日我哋每逢主日，我哋各人在擘餅聚裏面一同紀念主，以感謝為祭獻俾主，口唱心和嘅讚美主。28節所論到嘅係不可以把無論牛或是羊嘅母同埋佢嘅子一同宰殺。呢個講出神係有憐憫嘅神，
29節，你們獻感謝祭給耶和華，要獻得可蒙悅納。感謝祭就係平安祭。呢個平安祭嘅祭物，除了祭司可以食，獻嘅百姓都可以食，但係要當天就嚟食，就嚟享受嘅，唔可以拖到第二日嘅，就會蒙悅納噶。如果字面上嘅意思，當時冇雪櫃，嗰啲祭物去到第二日會變壞嘅，所以就唔可以食嘅。喺靈意上，祭物預表基督。今日我哋係要天天新鮮嘅享受主，唔係等到聽日先至享受主，等到我得閒先至享受主，等到我退休之後先至享受主，而係天天就享受主。我哋唔可以食隔夜嘅嗎哪，我哋每一天都要新鮮領受主嘅話，咁樣我哋就蒙主悅納啦。而我哋感謝神係時時感謝，天天感謝，天天享受神，唔係等到聽日先感謝嘅。然後最後結語31至33節，要尊神嘅名為聖。31節提到你們要謹守遵行我的誡命，我是耶和華，你們不可褻瀆我的聖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卻要被尊為聖，我是叫你們成聖的耶和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作你們的神，我是耶和華。呢段經文裏面仲在要尊神嘅名為聖，無論以色列百姓或是祭司，都要尊神嘅名為聖。而尊神嘅名為聖就表現喺上述所提到嘅神對祭司嘅要求和對百姓嘅要求呢啲誡命。當佢哋去遵行嘅時候，就尊神嘅名為聖；當佢哋不肯去遵行嘅時候，就令到神嘅名被褻瀆。弟兄姊妹，應用喺今日，我哋喺主禱文裏面，每一天都禱告，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乜嘢叫尊神嘅名為聖呢？除了我哋讚美主名、高舉主名、頌讚主名，還有就係我哋要守住主嘅道，遵行佢嘅教訓，呢個就係尊佢嘅名為聖。如果我哋我行我素，把世界大眾教會服侍唔按照聖經，咁呢個就會用神嘅名被褻瀆，我哋就會碰見屬靈嘅死亡，又會依賴神嘅管教。所以我哋個人嘅禱告、讀經、敬虔嘅生活、參加聚會、服侍所表現嘅態度，必須係顯出尊神嘅名為聖。弟兄姊妹，今日你喺生活服侍裏面，是否真正顯出尊神嘅名為聖呢？簡單總結下呢章，無論係服侍、係領受祭物、係獻上嘅祭物，我哋都要靠住主嘅寶血過分別為聖嘅生活，然後靠住主嚟擺上侍奉，討神喜悅。然後喺呢章經文裏面有6次提到我是耶和華，即係代表我哋要尊重神所說嘅話。如果遵行神說話嘅，佢得着神嘅悅納和賞賜；如果唔遵行嘅，佢就會惹嚟神嘅管教。神係輕慢不得嘅，要人尊重佢。還有呢章經文裏面有3次提到我是叫你們成聖的耶和華。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因信耶穌基督，客觀嘅地位，我哋在基督裏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但喺主觀嘅經歷裏面，我哋要靠住主順服聖靈，藉神嘅話在我哋身上嘅工作，叫我哋天天從世俗裏分別出嚟歸神，叫我哋嚟歸他，嚟侍奉佢。我哋順服佢喺生活中常常嘅提醒光照，叫我哋再嚟歸向佢。請謹記，佢是叫我哋能成聖嘅神。主耶穌曾經禱告話：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嘅道就是真理。所以主又會藉着佢話嘅光照洗滌，叫我哋得着力量，分別嚟歸佢。好，今日同大家分享就停喺呢度，願神賜福給你。